哦，这牛啊，白牛吗？大白牛，嘿，黑牛车，大白牛车，哈哈，华金3亿里不多，好多亿哦，不是只有3亿哦，好，华金有好多的比喻哦。你看三车亿，鹿车、牛车、大白牛车哦，有个车呀，鹿车、羊车，那白牛车，嘿嘿，哦，你看哦，这模型的做的跟真的牛那一样呢。假的牛、真的牛差在哪里？活性、灵性哎。那牛就是6道轮回里面的畜生道的，上面还有，阿修罗道吗？上面还有人道，还有天道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，还有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哦。牛啊，畜生道啊，底下还有恶鬼道，还有更惨的叫地狱道。上面的就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哦，三善道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。比较悲苦的就是那个三恶道，畜生道、恶鬼道，更最惨的地狱道。所以是人的灵性去投胎转世的嘞。你看牛嘞，哦，牛吃素的嘞牛哦，你看拉牛车那，哦，稻谷要收成了，可以拉好几10包的稻谷，为人类服务啊。哦，还债啊，还完了。你看，可以转世做人呢，人哦又得到三宝金王，可以升到那个天界呢。哦，弥勒祖师、弥勒菩萨、多帅佛天呢，第4层天多帅天，弥勒净土呢。哦，就继续修行，将来能够成佛呢。弥勒祖师慈悲啊，能够帮助那菩萨哈，得到等觉菩萨的阶位。菩萨52阶位。最上面的等觉在最上面的妙觉，再下来就是等觉了嘞哦，等觉菩萨位的，这就是弥勒净土的殊胜嘞哦，要赶快得到，赶快得三宝哦。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，今天5月29号哦，农历4月下旬，也很热了。